最近肠仔病毒的疫情的炭烧，专家是表示讲，若为着肠仔病毒71型，重症甲死亡的风险是较悬。专家嘛建议讲，着爱食洗手，2个月以上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去注肠仔病毒的疫苗。 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最近的炭烧，台中就有10个幼儿园10岁班停课。也若家长上惊，为着镜头上严重的肠仔病毒71型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今年到达肠仔病毒71型轻症的病例累积已经有10例。专家就表示，真侪家长会误会肠仔病毒就是胃肠炎，毋过肠仔病毒伫还未有症状的时，就已经有传染力。在那个婴幼儿婴幼儿的话，他可能症状。 50%是不典型的哈，他可能就是喝奶喝不下啊，然后这个有点黄疸啊，然后嗜睡啊，然后这个发烧、抽筋啊，这些不典型的症状。有啥物款的方式会使预防肠仔病毒？除了接洗手以外，台湾已经有研发出肠仔病毒的疫苗，上近7月份就会使自费注射。专家嘛建议注疫苗的保护力会较好。咱即马就有。 疫苗会当用啊，所以今年开始，咱台湾就有疫苗，所以咱鼓励父母拢你的囡仔是2个月甲5岁这个期间的小孩子，拢会当去注射。 因为进前新冠疫情，大家防疫拢做甲真好，今嘛解封，真侪病毒拢出来乱扫，尤其5岁以下是肠仔病毒的高危险群。医师甲专家拢提醒讲，厝内有幼儿的家庭，就要做好防护措施。记者柯嘉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